呢行係乜嘢啊 ？A。好，我唔問其他啦。你呢行呢，我想問下。OK，very good。好啦，我哋準備咯喎。好，嗱嚟咯邊種食物對狗狗係有毒嘅咧？嗱，有毒啊，記住啊。有毒啊 A ！A。蘋果。蘋果等陣，呢個係蘋果。 B。洋葱。洋葱。 C。胡蘿蔔。上年2024年嘅7月份，我哋做咗個 fans party，哇，好開心，好多人一齊玩。不過我知大家會覺得比較曬，所以今次呢，我哋就去到11月30號，2025年做一個 fans gathering，一齊繼續玩遊戲。上年冇參加過你哋呢，真係要把握機會啦。原因有好多禮物，又有嘢食啦，又有嘢玩啦，又可以同狗狗建立更好嘅關係，仲可以見到我學到好多唔同嘅嘢添。如果你狗狗出席唔到，或者冇養狗狗嘅你，都可以歡迎你哋一齊嚟玩。遲啲我就會宣佈有啲咩豐富嘅大禮物。聯絡方法好簡單，WhatsApp 55000850或者 scan 去 QR code 報名啦。